Hello，我係 Vivian，係啦，我係本身係香港人，喺香港亦都係有呢一個生意嘅，咁所以咧生意咧係要咩咧？要租寫字樓、租鋪噶嘛。咁我個朋友咧就係呢一個鴻圖道25號嘅專租鋪嘅，咁我就帶大家入嚟睇下有啲咩筍嘢。咁啊，話明朋友啦，朋友梗係有筍價啦。咁你哋睇中啱嘅，想租呢度觀塘鴻圖道嘅咧，都可以聯絡我，我亦都會幫你攞個靚價嘅，跟住去睇下。呢個係瑞泰偉基商業廣場，咁佢呢一度咧係觀塘咧嘅一個市中心嘅好旺嘅地段嚟嘅，附近食物啊、商業中心啊，亦都係近海邊，亦都係觀塘道好近嘅。做生意最緊要人流暢旺同埋方便啊嘛。觀塘地區都好近地鐵站，行路過去都係8分鐘，人流亦都係好多，四通八達嘅。巴士、地鐵、小巴都嚟到。呢度就係大堂啦，全部都有正規保安 CCTV， 頸項下邊有嘢飲埋。咁咧呢一度咧就係可以落貨上卡板嘅後面。呢度嘅好處咧，仲有可以俾電車充電嘅自費啦，喺度自己嚟。同埋咧好多寫字樓咧係需要卡拍嘅，入去落貨。呢一度咧卡拍係免費嘅，入去落貨都好方便。仲有埋架積車可以同我哋借，預早話俾我哋聽。呢度咧就係下邊地下可以落貨車推貨嘅地方，可以輪椅上嘅，有電梯同埋斜路兩樣嘢嘅。呢度特登做咗一個係俾傷健人士用嘅一個門口同埋走廊可以上嚟嘅，咁即係呢個寫字樓係傷健人士都可以方便。呢度就係3樓啦。呢間咧有400幾尺獨立廁所咧，就做緊10500，全部有細。嗱，呢度係鴻圖道25號啊。呢一個嘅1樓嘅商場單位，呢個6000蚊左右啦。有窗嘅咧，大啲嘅呢度大概7000零蚊。咁呢一棟大廈咧有10層，每一層咧都有20幾至30幾個單位。咁呢一度咧係啱啱新開出嚟嘅。咁做商業啊，或者售賣咧都可以嘅。有興趣就快啲嚟搵我睇下啦。喺觀塘嘅好旺嘅鴻圖道，全部新裝修。